安省大學及專上學院嘅學生話，現時學費已經增加到難以負擔嘅地步，政府有必要正視學生嘅困難。佢哋聽日會發起一次全國嘅示威抗議。由周敏儀報導。自從2006年開始到今年，安省大專學院嘅學費已經上漲咗超過60%。加拿大大專學生聯盟要求麥堅迪政府實踐競選承諾，減低大學及專上學院嘅學費。We refuse to bear the brunt of bad policy. So McGuinty, don't break your promise. Drop tuition fees for all. 有華裔學生指出，大學學費年年增長，大學教育已經變得難以負擔。唔少大學生畢業之後要負擔沉重嘅債務，更加有可能要花好長嘅時間先至可以還清呢筆債項。且不說一個學生他畢業了以後能不能找到工作，也許他經過工作2-3年之後才能償還得清這筆債務，這不但影響他的生活質量，而且還影響他的 financial status。安省自由黨政府曾經承諾將大專學費削減30%，但其後又改口，只係提供學費補助。學生之中更加只有大約2/3嘅人能夠合乎資格。大專學生將會喺聽日去到省議會外示威抗議。Omni News 記者周敏儀報導。